係千年小姐，Tickets, 我 please. 咧今日咧上嚟講一講我嗰部影片嗰個我 Hang it on till the break of dawn. 嘅嗰個，我之前咪講過字幕嗰個清講字 Hang it on till the break of 字 dawn. 幕嗰個嘢咧，就總之係啦，只要嗰個影片短過10分鐘啦，唔夠10分鐘，我就會將嗰個影片咧轉做繁體中文。如果佢超過咗10分鐘咧，就會係簡體中文。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攰。如果我真係揀咗我方玩定係蛋仔咧？咁我希望可以喺個留言區嗰度講下咧，你哋中意咩嘢嘅？我拍咩嘢嘅影片咯？咁就係咁，好，拜拜。